这边给这个64岁的小伙介绍了个34岁的二婚小姐姐。不要那大的，显得些年轻。走点进去吧，进去过去看看这个工人长得不错。姐。你过来吧，来姐姐。过来了姐。哎呦，你看人家这做饭的，人家多亲呀。没原因。哎呦，还有毛子的，我给你做火了，我毛子的。毛子的那个。哎呦，多少这烧了来着？这多了呢。都把咱那屋里今年做的都打的啥味呢？我也忘了。不然这玩意儿。那个。上的那个多少块钱？来，做饭的大众。这还写高铁看的，写了尾的。你那个。别过来。我两斤的，不拉的风啊。坐下，你也坐下，小秋弟弟。有一段时间没见你了。这几天啥，一直想忙。